好安靜嘅狀態嘅時候，你會留意到自己嘅心跳。當你留意到自己嘅心跳，你就會留意到佢存在。希望透過鐘擺時候嘅聲音，令到 audience 可以產生一個共鳴，重新感受點樣體驗時間呢樣嘢。Hello， 我係阿囂，呢份係我嘅作品 Clock， 主要圍繞3個方向啦 ：Time、Presence 同埋 Materiality。好多時我哋諗到時間，通常都係用秒嚟作為單位。但係我發覺我對秒呢個 concept 其實係好遙遠，亦都好陌生，所以我就諗會唔會可以用一個對自己係比較有聯繫嘅單位嚟做一個鐘。鐘擺就係會用1.3秒嘅幅度，用咗人類平均心跳嘅 interval 嚟作為呢個時鐘嘅間距。陶瓷喺燒製之後，其實會變咗一個唔會降解嘅狀態，象徵住時間嗰個永恆性。花咗1個月去咗景德鎮，同當地嘅師傅合作。中間嗰個鐘擺就係以 casting 嘅方式嚟拆咗3件嚟做，出邊個 ring 就係透過用 trimming 嘅方式嚟做嘅。佢係一個 unglazed 嘅狀態，瓦面嘅時候其實會更加舒服嘅感覺，有種 softness 嘅白對應翻陶瓷佢本身一個好硬淨嘅物料。上面個結構其實係同我爸爸一齊合作嚟整，佢本身都對 engineering 有啲熟悉 ，combine 佢比較 precise 嘅嘢嚟結合呢個陶瓷嘅物料，通常係比較難控制。透過合作方式嚟做呢件作品，呢個過程而令到我哋關係變好咗。